我名叫方月英，今年是52岁，住在大三角。我还没有吃米奶之前是胃痛到每2个小时就要吃一次，然后吃东西没有味道，全身也痛，半夜也要2个小时、3个小时才吃一次。我的胃痛已经30多年了，以前是痛一点点，要越来越严重了，我以为是没有命了。我吃过很多药，中药、西药也有吃，也吃了也不大能好了，越来越痛了。朋友介绍我去米奶，我都不要去吃，1年多了才很严重了，不能吃东西，没有胃口了，才跟我朋友去来吃这个米奶。我一天吃2包，1个多月我完全的改善了，全部痛还有胃都好去了，不用半夜起来吃。1天也不用吃这样多次了，3餐罢了，药又减少了。谢谢 BBI 和谢谢米奶，我的病完全改善好了。